第30个歌词是地位结清后退切，这是后退切。好，咱搁来练一摆，上尾一集第50。准备今日礼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请来平凡心，咱坐以后顶悬安静1分钟，咱来准备开始咱的敬拜。请走了。咱就来学老全能的主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不同。咱就来学老主，就对主来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主唱歌，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咱的主是至大至高的神，咱着同心欢喜作声来学老称颂伊的名。咱请起。咱最近来读信息第71首，信息第71首，学老全能的主上帝。Yeah.
话听咧，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信者，在万民内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信仰，咱主与世情道开，并在这种爱的开始，因为丢掉了神的时候，并是的信来走和领悟，在上帝对下标过啊，今天当时有咱们的所谓法律，因为对他在信号的思想，我信信息。是过往教会，信仰什么？所以下面就给我1万的榜样。阿门。请坐。这是咱的体验，体验文第7篇的信息话语，体验文第7篇，嘛是诗篇第54篇。我来体验的，对家己中所充满的。这些都是伊将在建立在他的顶面，是谁为着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清气，存心无怨无假。即互人要得耶和华赏赐福。这个是找耶和华的族类。小人啊，举起你的头。阳间的王要入。就是大配力、大万人的耶和华。小人啊，举起恁的头。阳间的王要入。万军的耶和华。咱做伙同心来祈祷。阮在宝座顶的慈悲上帝，你的囝儿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来阿罗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是全能、荣耀、公义、平安的神，你是赐阮活命的神。主啊，阮要来开嘴唱歌来阿罗你，来称颂你的大尊名。阮咧天顶的爸，阮感谢你，感谢你来引带阮。家己的骹步，逐时就拢甲阮伫地。主啊，阮的主，伫遮阮要来恳求你，求你来使用，来复兴阮南头教会，互阮有合一的心，共同的看见，有份伫咧传福音的大使命内。阮将阮12月要办福音大会来摆上，主啊，阮求你来带领阮。带领阮来准备这一切事项，互阮教会每一个人拢有份在这个事工当中，互阮邀请的诸位朋友会当来遮来明白你，来明白你这个国真国活的神，来遮来感受到主你对因的疼痛，你对因的爱。主啊，阮在遮嘛要为阮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求你亲自来。医治因身躯的病痛，来安慰因的艰苦的心，稳定怜悯的主啊！在阮当中有欠缺、有侪烦恼、有心内郁闷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安慰，求你互因毋免阁为着生活、为着日常来烦恼，因为你是阮的倚靠。主啊，求你互因心内有平安。主啊，即时，阮要三甲用主来教示阮的主导文来祈祷。阮的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在遮，在地里亲像在天里。阮的日时来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来去传阮的日期，来叫阮怀你的爱，因为
音第5章第30到12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30到12节，我来读。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枵喙焦、希望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为着伊把手祝福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为着我，人才对骂你、奉奖你、比讲你万项歹，你就有福气，就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因为恁有以前的先知人，咱嘛要有安尼困着伊。咱即摆请圣歌队带咱来学咯，因今仔要吟的诗是信靠上帝，引线请牧师来教导。
因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个平安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感谢主，较抱歉吼，牧师伫顶礼拜身躯较衰烂，临时就邀请咱牧师来甲咱中间。所以顶礼拜的题目其实本来是爱是伫10月份吼，10月份咱每一个月有一摆的即个所谓的信仰的遮个生活内面、信仰内面的提醒。所以牧师每一个月拢会讲一摆一款的题目，所以咱无打算就是爱用即礼拜即礼拜来分享顶礼拜的即个题目。是我用即个题目其实是真大，现在道德困境的挑战。即马咱咧讲的道德伦理道德困境的挑战。伫现代人，也是讲咱即马生活的社会，咱所面对着，所以牧师今仔用即个题目，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思考，要安怎样伫信仰的内面，要安怎样来面对现代遮个所谓道德困境，来做一寡挑战。要开始进前，约翰请咱三甲第一个，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现代的生活内面，阮拢真无用，阮拢有侪侪无共款生活的困境，特别阮拄着教会甲社会里面真侪所谓的道德顶悬的冲突。主啊，阮感谢你，你的话语来帮助阮，安怎样来克服赢过遮个道德困境的挑战。感谢特别上帝。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伫阮的生活内面，伫教会的生活、社会的生活，阮真毋茫期待拢会当一致。可惜，阮有时伫教会的行搭，甲社会的行搭是无共款。伫即个无相款的过程中，阮着体会着主，阮实在是需要你的话语，伫遮来牵教阮，互阮更较明白、清楚知影。就敢若亲像今仔日阮所面对着的侪侪遮个道德内面的困境，要帮助阮透过今仔日，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有更较深入的思考，互阮甲你的关系更较亲密。透过你的话语安慰阮、扶持阮、疼阮，互阮知影迄个罪恶的所在伫倒位，离开伊。感谢你的上帝，保守带领阮以下的时间，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拄则讲我即个顶礼拜即个大结石，差不多2年前就大结石了。迄阵检查出来，其实医生伊讲这无要紧，若疼，真正足疼，等离开刀就好啊。所以无打算顶礼拜是挂暝。疼到为4点外，一直疼到7点外，挂暝无法度，我就打电话麻烦即个香山技师载我去即个中间伫遐急诊。到了后，即个医生就开始用超音波咧照，伊就照着讲真正有一粒胆，有一粒结石，波大。我就问医生讲敢会当开刀？开刀，伊讲细粒胆管塌掉的尔，塌伫迄个出去的出口，伊佫叫我起来跳跳咧，我就跳跳咧，笑了后就这有发炎，所以随讲真细粒发炎，开一个消炎的互伊。所以我差不多急诊7点，要我8点到，要我11点就离开啊，因为还佫等报告，抽血等报告。好，这是一个我较早进前，差不多即个大的问题，头前2礼拜，牧师终于得到新冠肺炎。为什么讲终于得到？因为这差不多新冠对开始2000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一直到2023年这3年的中间，其实牧师拢无得着，嘛有去做即个预防针。预防针的副作即个反应，其实我得着比即个预防针的反应更较严重安尼。
所以即个主有风声可能是主安心的啦但是但是其实即个可能嘛有差，可能嘛有差。总是伫即个看病的过程中间，互我想到一件事，人若一个无注意因为我差不多政府宣布讲会当免戴口罩你有发现牧师有几礼拜无戴口罩，就安怎就出入公共场所嘛拢无戴口罩，所以就得着就得着。我就咧想一件代志，做就敢若亲像即个病毒共款，咱的上帝话就敢若亲像喙暗共款，保护咱，保护咱。你若有详细观察牧师，真正我对2020年开始政府宣布爱戴喙暗，我第3年出去，真正拢是口罩99%口罩。宣布讲结束了后，当然你会感觉牧师这可能是你个人啦个人，但是牧师用即个信仰的角度来反省，做诶就是伫咧咱的环境内面，做诶就是伫咧咱的环境内面，咱的生活内面，甚至就是我即摆讲的台北现在着伫困境的挑战，有真多是迄个做稳重伫迄个内面，所以你要讲牧师安尼做是啥物？当然咱知影做是啥物，做就是安怎？就是无写迄个字，无写着迄个靶心中郑重。有个人会讲，有啊，郑重，但是迄是你的看法，咱个人对做的了解甲看法，到底做是啥物？无顺探上帝的旨意。咱时常大做小做，其实做无分啥物大做小做，就是做。无顺探上帝的旨意，无插着迄个靶心简单来解释是安尼好。所以，即摆咱看到即个社会顶悬的所有的道德伦理的败坏，我要讲败坏，为虾米败坏？囝害老爸老母，这消息咱拢会听到嘛囝害老爸老母，也是讲即个伫伦理上有真多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有太多咧，我就无要搁一一伫遮来讲，因为逐工咱拢咧看，网络即摆网络顶悬，咱看到的拢是真多，拢是安怎有即个犯罪的代志，是讲伫伦理上犯罪即个事，所以我要讲的是。咱看到的是，咱讲乱一个一团乱，真乱，咱比如讲媒体会放送，当然，若减少伫媒体顶悬咱咧看，或者较会小可减少一寡咱的即个生活内面会无必要的代志，但是无法度啊，这手机大家拢有，阮妈妈嘛有。阮妈妈是对阮爸爸过身了后，我开始互伊用即个手机伊嘛是拍拼咧学，有拄时嘛无法度完全，但是安怎，伊嘛开始会看 YouTube，开始会晓使用，阮兜无电视，所以即个无装第4台，所以阮妈妈来阮大个迄个所在，伊就只手机就插咧遐，伊讲我要看新闻一下，就家己用。新闻就放送出来，所以咱其实伫咧即个环境，真侪环境的内面，手机也好，媒体也好，拢会走出真侪古古怪怪、奇奇怪怪的社会事件也好，也是你个人本身拄着。我举一个例来讲，我毋知影遐是怎个，你捌看到色情的物件伫你的手机走出来？色情的东西，色情的东西，也是广告。我在想，这个国中生、这个高中生、大学生，那这款色情的物件走出来了后，我要点选进去。一般咱大人无得较，拢无人点入去看。这是一款的白黑甲诱惑啦，咱讲。在这个困境，当这个困境就伫咧即个时
信用的所在展现出来。所以媒体我先讲媒体，当然嘛有真好的媒体咧报道做好事的代志感动人的故事。所以媒体是一体两面。咱会着这个困境，就伫咧所有咱讲的媒体内面，也是讲即摆咧选举到底你要选谁人？你要选什么款的候选人，总统的候选人？其实咱透过媒体，咱嘛会当看出无共款的角度，咧对某一个候选人咧恶劣，还是咧攻击，拢有。所以这就是咱看到的世界。到底什么是安怎？到底什么是咱会当看到全面性？有助人民嘛保守，互咱会当有精英的头脑，会当有判断。这个精英的头脑、判断的头脑为倒来？现在是因为为上帝话。所以，伫咱这当然最后咧回应的是，牧师会将上帝话搁一个帮咱来思考。所以。第一个要讲媒体的问题，咱整个社会变乱，过来可能咱拄到是教育的问题，有真侪教育的问题，咱实在是毋知影要安怎。所以伫咧教会内面，当然咱有主日学的宗教教育，但是我相信这永远是无够，爱伫家庭内面继续伫遮来拍拼努力。所以道德的价值是一件真大的大事。有一个人叫苏格拉底，伊伫一本册内面，叫《理想国》这本册内面，有讲到什么叫做道德，什么叫伦理，什么叫道德。伊讲咱即摆讨论的毋是芝麻大小的小事毋是，是一件要安怎样生活的大代志。所以伦理道德这两方面都是安怎，都是。咱咧生活的真大真重要，可是咱拢安怎？咱拢忽略，咱拢忽略。所以伊讲要了解即件代志，咱会当对要安怎样生活。我相信咱拢知影要安怎生活即摆7拢真方便，便利商店真方便，食的物件拢无问题。但是你要安怎样生活？迄个生活毋是干那伫咧迄个食食尔，毋是干那食食尔。我看一个短片，伊讲有一对夫妇去参加一个活动，迄个活动关伫咧一间密闭式的空间内面，迄个密闭式的空间内面有真侪会当提供因生活顶悬食食，生活顶悬有厕便所拢总有你收到即个密闭式，但是袂当出去，袂当出去踏出迄个门。有一个按钮，红红的按钮，因夫妇伫咧遐会当住50天，伫咧遐伫迄间厝内面住50天，就安怎，就会当得到500万的美金。这个诱惑真大，所以这对夫妇伊就开始安怎？开始，逐工伊就是无电视就是伫迄个密闭的空间伫遐生活。第1天过去，第2天过去，第3天开始身心就安怎？就开始迄个情绪较无稳定啊。但是伊的太太甲安慰，翁啊，较动的500万美金，咱即摆阁剩47天尔。加油安尼，免咧。后来到30天，这个制作单位，就叫一个美女走入来，甲因做阵生活。哇，这个翁看到美女，当然无啥物款的表示，但是困因3个人困冰层顶悬。了后结顿工了后，当然因太太困中啦。结顿工了后，这个美女就伫咧墙壁顶悬写一寡字，写张翁因翁安怎，就离开啊。哇，无拍算这个代志，这个因太太看到开始就开始咧冲突关系。但是因想到讲佫剩10天啦，因就要得到500万啊。
无拍算啦吼。最后嘛是因为安怎？因为开始有一寡冲突，开始有一寡因的即个两个人吼，开始有一寡冲突。后来最后一天，太太怎啊？伊咧内面有一支枪，太太摕一支枪要杀伊的先生，因为伊先生真正挡袂牢啊，无法度沟通，也无法度讲话。虽讲因伫咧密闭的空间，虽讲迄个500万得要得着，但是先生真正挡袂牢啊。伊就红色的门刺落去，伊讲你若刺落去，我就甲你断死。结果刺落去了，门拍开，先生就出去啊。伊太太就安尼得要甲断落去，但是安怎，伊忍落来。所以最后一天，因并无得到迄个美金500万，因两个就出去了。出去了后，亲爱兄弟姊妹，因发现因伫正常咱讲。等于甲原始的即个社会，后来伊才发现讲啊，原来沟通是遮尔困难，原来想法是遮尔困难，原来个人伫个人的即个生活的态度，伫咧一个密闭的空间，竟然无法度50天做伙安静下来，好好分享，因永远想着做即个熟悉的物件，伊讲好咧加载。迄个太太无有扣扳机，因为安怎？因为伊真正爱伊的先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虽讲这个故事讲真长，但是你有发现一件事无？就是咱即摆咧讲的，就这个困境，就敢若亲像啥？就敢若亲像两个夫妇共款，因要生活伫咧一个空间内面，完全无任何的资源。啊，那迄个罪恶就产生啊，就开始啦。因无得较伫迄个内面疗愈，无得较伫迄个内面要安怎有真侪试探，有真侪试炼。伫迄个过程，是毋是因真正会当彼此相信，还是安怎？还是就是聊落去啊？拄着地铁的时阵，所以即摆着个困境就是，咱拄着迄个地铁的时阵，你是毋是会当安怎？会当跳脱出来？哇，这是真正困难的一件事。所以伦理也就是啥，道德也就是啥，要安怎用真实过生活，咱爱互咱清楚知影讲，咱迄个道德的观念感受是啥物？无论社会安怎样改变，道德的问题一定比啥？比咱咧生活伫即个社会内面搁较重要。好，道德感对倒来，咱有时搁较关键，甲兄弟姊妹分享，迄个道德感对倒来，道德感一定就是信仰，信仰。这个信仰来真有关联。所以感谢上帝，咱伫台湾即个社会，咱就看到真侪无共款的信仰伫咱台湾的社会。所以咱对伫生活内面，咱讲迄个文化，生活就是一款的文化的形式。教会有教会的文化，是毋是有？社会的生活有社会的生活的文化，大家拢安尼做久啊，就安怎？就变成做文化，变成做习惯，变成做生活。我一遍去上得胜者，我问遮个学生讲，咱今仔日学习的是有勇气。啥物是勇气？一个学生举手讲，我觉得作弊是一个勇气。可是有影啦，是毋是？伊咧想讲，我要作弊嘛，所以伊需要勇气把册摕出来。伊需要勇气安怎？我就咧想讲，哇，惨啊！本来是咧讲作弊不好嘛，伊讲作弊是一个勇气啊。你勇气不要运用在这个地方嘛，这个作弊不好吧？当然伊就无回答，伊嘛知影不好，但是安怎？伊就对伊个生活内面，伊个环境内面，侪人拢做这个代志。影响到伊的生活，伊嘛咧想讲，大概都是安尼啊，无问题啊。所以咱的文化、咱的生活，对伫咱的生活内面是真重要，是真重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要安怎样做人，其实感谢主，咱互主好调，成做伊的囝儿，咱会当有即款的理解甲看见。即款理解看见是啥物？
也就是咱要安怎样做啦？尊盼上帝，或者大家拢会晓讲，牧师嘛会晓讲，但是尊盼是毋是真正会当尊盼？即期的咱的大道的批顶管牧师有写着，咱着伫生活内面，牧师都无顺利拄着的遮过程以及信用生活的做反省。讲是一件事，但是实践出来是另外一件事。讲是一件事，实践出来是另外一件事。这就是啥？这就是咱即马道德困境的挑战。因为咱拢知影，其实社会顶嘛拢知影，但是我拄则讲的，迄个价值观是无共款的。社会顶悬的遮个伦理道德的价值观是无共款。一个查某囡仔，伊为着要得到名牌包包，伊愿意去做啥？做援交。这是咱常常听到的消息。为着要做某一种目的，伊做一款的事。即使伊若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安怎看待？伫圣经内面其实嘛有即款的记载。最后所亲近因，最后所照顾因。虽然说了解你，但最后说无讲提醒讲这是做，最后说是用迄个疼来帮咱，互咱知影讲这真正是上帝的疼，我愿意悔改认罪。所以迄个顶石头的故事，亲爱兄弟姊妹，各会记入去。伫迄当时道德的困境是啥物？是即个妇人人，伊无法度生存，用一款的方式咧生活，但是安怎？伊嘛知影，跟主耶稣怜悯伊、纪念伊、疼伊的时阵，伊知影爱安怎样悔改认罪。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然牧师会当真直接指责，咱的教会有真侪代志、真侪事工也好，真侪个人的因素。但是安怎？咱说书人会当用上帝的疼来疼即个有罪的罪人，互伊会当知影迄个罪恶伫倒位，反省。所以信仰的反省真重要。现在道德的困境就是咱无法度做所谓的信仰的反省。咱逐礼拜来到教会做聚会做礼拜，咱无法度做信仰的反省。咱若每一场的礼拜，咱会当思考，倒我伫遮做信仰的反省，咱就袂。乱生活是乱啊，但是咱由原来生活，但是迄个生活是乱啊。你一工透早起来，无得靠，你嘛会灵修，但是无专心嘛。你一工透早起来，你嘛会做你家己生活内面的代志，但是忙忙了了，毋知影安怎，毋知影要迄个方向伫倒位。所以讲，咱一直拢信主啊，但是安怎？迄个道德的困境就是内核伫咱的环境内面。咱无法度徛在，因为咱听过，咱知影，嘛受着教示过，但是却无法度去应付、去面对，所以这就是咱的挑战。所以兄弟姊妹，整个全世界，我要讲，这就是乱啊！咱拢伫咧乱啊的过程中间，看到遮个道德，也是讲伦理上、道德上的遮个。无好的事，但是咱却了袂去，咱却陷入去迄个内面。所以无说要搁加讲啥物会当做，啥物袂当做。无说真期待讲，咱做信仰的反省，也就是咱即马来看，所以无说嘛真正鼓励咱兄弟姊妹，家己的圣经来教会礼拜。你会当掀开你家己的圣经，做笔记，甲伊记起来，甲伊写起来。咱来掀开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到12节。今仔日咱这书会即书所读的一段的经文内面，伊头实在都写着都讲着，亲爱兄弟姊妹呐。拄则无说安尼，咱常常讲遮侪伫生活内面，咱无法度面对着即个道德真侪的困境，因为咱拢陷入去迄个内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
若无有真理，我无相信即款乌甲白啦黑白即款的摆档政党，咱定定都是伫咧即个内面伫遐咧选择，一直咧选择，选择到结果是真乱，用甲咱的生活拢真乱，所以咱若无即使若无有真理伫咱的内面，就是安尼，安尼过是死人啊！虽讲你有信仰，我有信仰，咱拢有信仰，但是咱永远会感受到迄个乱伫你的身躯顶，迄个道德的困境，迄个拉扯伫你的生活内面。所以，我用即段的经节，就是咧帮助咱兄弟姊妹，而且讲到第5章，马太福音第5章顶悬了有写着山顶安怎保护。山顶的宝训，山顶的保护，咱华语叫登山宝训，山顶的保护。而且第3节内面有讲到，伊即个耶稣咧讲的即个八福，实在是真需要，咱真需要要进一步而遮来看。其实你有发现无？第3节甲第10节的所在有讲到2摆，天国是因的。第3节甲第10节讲到，讲到这2摆，一个是啥物？一个是咱讲心内爽向的人，一个是啥物？捌为着伊受困着的人，所以这两摆天国是因的，心内爽向的人，一个是为着伊受困着的人。心内爽向的人是指啥物？是指悔改。心内爽向的人是指悔改。一个悔改的人，会互进前所做的代志，伫遐安怎？伫遐知影讲对了，面对着遮个社会事，面对着遮咱的生活内面，我知影讲，我哪会陷入去迄个所在？毋对啊，所以心内爽向的人是指啥？是指悔改。一个悔改的人，伊会当反省，做信仰的反省。譬如讲，以前会刮马枪，即摆无要拍，过去的遮牌友可能会甲伊考试，你食圣洁，你安怎，甚至骂你讲你不够朋友，你不够朋友，所以这你悔改就 OK 无问题。所以以前你伫一个错误的利益的关系中间，即摆你悔改，无过乌西钱，互人也是受乌西的物件，受即个乌西的物件，所以因为咱受到即个影响，信仰的调整，所以咱一定会阁有真侪的精进，伫咱的生活内面，伫道德伦理顶悬，拢有真侪的即个精进。你要安怎样抵挡？这就是为伊受压迫。所以要得到天国，就爱放下这地面上无属于天国的。真困难亲爱的兄弟姊妹。但是，迄个无属于天国的，一定继续咧攻击咱。感谢你们上帝啦，透过伊的话，搁一遍帮助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做一寡调整。好，第4节有讲到，讲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忧闷是一款的自卑，毋是个性顶悬的自卑，是对家己生命有一种搁较深，你真意爱，真较无，我毋知影你真妹，你有即款意爱较无上帝的话无？意爱较无上帝的话，伫遐你感觉讲我家己要做较好，当家己看到不足的时阵，你需要上帝的话来安慰咱。我毋知影你真妹，你有即款的看法？第5节顶悬有讲到，而且有讲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温柔伫遮是指谦卑，愿意听候上帝，互上帝来掌管的人。土地是赏赐互因的。第6节顶悬讲，要
喙焦耳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要喙焦耳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要无耳无义，就是指真意爱较无啦，科目较无，你有较无上帝的话无？也是逐工灵修的生活是例行性的公事，那安尼牧师期待你还阁安静落来，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真实来较无伊的话。饱足是啥？日子充满。当咱有较无上帝的话的时阵，上帝用信心来充满。第7节讲到灵敏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灵敏。灵敏者是指啥？是互人给予，互人。所以耶稣讲，有诶要搁加互伊，叫伊有剩。有互人诶，就要安怎？就要给你们，互你。所以，当你用啥物款的牛气牛互人，嘛要用啥物款的牛气牛互你。所以，当咱看到人的需要，你愿意灵敏，愿意互人的时阵，上帝会关心咱的需要。伊要灵敏咱是稳定。就是咱即边圣诞节的一个主题活动，咱爱有先来面讲到，咱去关心即个弱势的家庭，因为有70个家庭，咱要来关心，已经分组出去啊，咱即个小组团结分出去啊，每一组拢有分派，牧师即个拜五的时间，有甲咱有一组，有去即个水平礼遐，迄个瑞平里迄个所在，哇，青山落去，看到迄个土角厝。迄人住土角厝呢，即摆有人咧住土角厝内底，迄青山就敢若伫阿家兄因隔壁的迄个山谷啦山谷，两个山谷之间安尼，阿家兄因住即边，迄个要帮站的人因住即边遮。隔壁天，对，隔壁天啊。我看到迄个人因兜迄个先生手断去，太太已经失智了，看因先生甲看因小弟的命，拢毋知影两个夫妇住伫遐，问你囝咧，早就无要插我，开始伊就，迄真侪埋怨就走出来，埋怨政府迄个补助拢还袂分落来，有人咧政府官员来甲因看，讲一大堆，迄个心内迄个怨愤的话。可能政府无讲话互人听，所以牧师甲遮个探访的遮个兄弟姊妹伫遐的时阵，听因讲话，临时，最后牧师临祈祷，因阁愿意，但是迄祈祷的过程中，甲牧师讲一句讲，愿主帮助因拢有够额的使用，因会有够额，伊听到这2字够额，伊讲哪有够？哪有够额？迄个心，你看，迄个心是安怎？完全伫迄个痛苦的状态。所以我转来了后，我因为这户是旧年捌伫帮站过，问讲有煮物件有啦，伊先生虽讲敢若伸一支手，但是伊愿会当料理，所以感谢上帝，咱会当做即款的事，伫遐来帮站，原主嘛帮站，咱会当。佫较加，毋是讲咱徛伫咧高悬的姿态，伫遐讲我要来帮助你。佫来第8节有讲到，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咧指啥？圣洁、圣洁、圣洁。当一个人愿意过一个清气心肝、圣洁的生活的时阵，伊才会当甲上帝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伊要来书内面嘛有讲到，若无有清气，就无会当见主的面。清气心肝的人，就是指一种过圣洁的生活。要安怎过？我相信兄弟姊妹，你我应该拢知影。第9节。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
这就是指咱爱有良好，爱有好的人际关系，有好的人际关系，咱会当做一个真好的中间人。哦，咱会当连接两个无和睦的人，所以咱就知影世人我互咱和睦，甲上帝和睦，咱会主耶稣。哦，咱会主耶稣，就是互咱甲上帝和睦，利用实力嘅来徛起人甲上帝中间迄个桥梁，互咱的生命嘛爱有即款的事业。哦，咱爱有好的人际关系，互人甲人中间会当因为咱的连接，来看到上帝的行伫即个内面。哦，对付家己的老我，迄个客气，迄个情绪，改掉无好的歹习惯，打起人，人甲人中间的和睦，咱甲上帝的和睦。所以伫遮有讲到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亲做正上帝的囝。好，第10节甲第3节拄则有讲到，所以伫即个八福内面，最后，为着我人遮软弱恁、肯着恁、诽谤恁万下的歹，恁就有福气。这清楚无？知影无？这是咧讲吞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即个世代，咱会当用上帝话来帮助咱家己面对着道德困境、多的挑战的时阵，牧师用一个山顶果份，甲兄弟姊妹，咱做阵，包括我，咱做阵来勉励。咱若是真正会当登去，将咱的圣经、家己的圣经展开，当然你讲我要看手机啊，这嘛是会使，但是较可惜啦，因为手机啊，这是太方便查询啦。即马无得甲话人马台湾伫倒位，佫翕袂着。所以牧师真期待，咱早家己的圣经来显开家己的圣经，将每一遍咱感谢上帝有无共款的牧师来甲咱的中间，伫遮咧分享的时阵，你着咱家己的圣经摕出来记录。来写，当去灵修的时阵，搁复习。听讲道了后，需要复习啊。咱当去了后，牧师真期待兄弟姊妹做即件事。今仔用现代咱面对道德困境的挑战，帮助咱透过这段圣经来帮助咱面对侪挑战的时阵，你要安怎样有圣洁的心？你要安怎样互人和平？你要安怎样诚做谦卑的人？你要安怎样有勇气，诚做一个真正温柔的人，伫即个八福内面有记载真清楚，关注束缚，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牧师期待，你讲牧师圣经真重，敢有影？除非你的圣经才够啦，像即本安尼，像即本安尼，咱家己。兄弟姊妹，特别姊妹拢有扎卡网来，将咱的圣经放伫卡网内面，兄弟嘛是共款，咱来学习圣经显开，一字一字来看，来思考，做信仰的反省，才有法度真正过生活。伫现代道德遮尔困境压杂的社会内面，咱会当徛好在，一步一步才会八福。伫遐来克服，咱伫社会顶悬，才会无公平、无公义，也是讲即个暴力、血腥暴力、色情，真多而且困难，关注束缚，帮助咱三甲来祈祷。感恩主，感谢你的恩典。随望即个题目，随望即段经文，随望做咱伫社会顶悬咧生活，伫即个世界咧生活的过程中间，看到做。无公义的事，即个软正的事、软弱的事，暴力的事、色情的事，做的代志充满伫阮的生活内面，甚至连信仰也有做受到挑战的所在。
主啊，阮知，阮无法度解释啥物，嘛无法度去完全认捌全面性到底即个议题是怎样。总是主，阮感谢你今日透过山顶部分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要安怎样学习谦卑，要安怎样较无上帝你的话，要安怎样认真啊，要安怎样施舍，要安怎清起心肝，成出一个圣洁的人，要安怎样互人有和平和睦。主啊，阮实在是感谢你，有做对你即个北福内面，互阮体会经验着，阮要安怎样对抗即个社会顶悬遮个所谓的道德伦理顶悬大的败坏。感谢天父上帝，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借着上帝你的话语，互阮做信仰的反省，知影家己甲你的关系，要安怎样来建立更较深伫阮的生活内面。求主赐福，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让我们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读诗回应上帝，请起立，咱来读信息341首，信息341首，上帝是我一切温柔。
这是我的报告，咱请现开咱全部内底面。咱当天的事项有关因素甲风险，咱请咱家己来看。咱直接来看咱本会消息。本会消息，第一点，礼拜线下晡1点要召开延期的长期会，咱请咱相关的同工，咱有热心来参加。第二点，咱圣诞节期间的活动吼，咱拢咧传吼咧进行当中。咱今年的圣诞的迄落就是大家计划要对迄个爱湖县慈惠寿关怀户来举办迄个后裔的茶会，咱请咱到庭来关心奉献。咱即马请那个戴如平执事来甲咱做补充的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吼。咱今年的圣诞的活动吼，会提早开始进行吼，其实是为即礼拜就开始啊吼。那其实咱的针对咱2023年的爱无限的这个时间吼，有一个蛮不同的决定吼。这个决定是咱长职的同工共同决定说，未来对这个未来对这爱无限的这个提纲呢，我们会有2个比较大的特色在里面哈。第一个就是这一类就是这是比较持久性的哦，是长久，不是只做今年走或者明年走，就把它停下来哈。是我们会当做一个持续性、长久的来关怀在慈惠需要受关怀的这些关怀的家庭。那我们也特别把这个期间当做一个经常性的哦，唔是惊圣诞节的时阵来做哦。咱其实咱对这个这需要关怀的家庭哦，咱在每年的幸福小组各项的事工里面，我们都会把它当做我们的重点的关怀对象。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些咱这个事工呢，我们主要的对象这一次我们把它定义成我们其中有2个族群一个是咱旧年已经敢若有礼拜接受咱有来咱参加咱的园游会，有领迄全年礼券，拢总有差不多70个家庭。我们把这70个家庭今年再列入我们再去探访关怀的对象。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即摆咱各小组内底，或者咱自己旁边的亲朋好友里面，还有微信组的这些族群那我们把它定义做这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也是我们的主要的关怀的一个今年要做的一个对象那我们要如何去做呢？那所以我大家报告讲，咱圣诞节活动其实已经开始咱从这礼拜就已经开始咱等于是把爱无限的这个事工呢，当做圣诞节的序幕，我们已经拉开这个序幕了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做法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咱要关怀这个朋友，要安怎去关怀伊咱今年要伫12月2号咱的周报第8项内底有特别写12月2号拜六下晡2点到5点，咱要办一个爱无限的福音茶会就准备邀请这些人来，OK， 在需要被关怀的这些朋友来。那我们如何去邀请他们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说把这些名单分到各个小组，开始去探访伊，去关怀伊。我
提一些伴手礼去互伊，邀请因来参加这个福音的茶会。这个茶会内底咧，咱的重点呢除了有咱的兄弟姊妹的见证分享，那还有一些诗歌的分享，那还有咱牧师会做一些短讲，那最后会对他们有一个呼召，看他们能够接受这个信仰。其实我们的想法是，经营我们可能都有限，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宝贝的信仰要给他们。那我们是就说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样的茶会，要把我们的信仰透过咱的兄弟姊妹的见证，能够把种子撒在他们身上。那当然，这个还不是只是做这个就好了。那我们这些，如果这一次他们再来参加这样的福音茶会，那我们在每年那个幸福小组我们会特别为他们这些族群，我们要开一个幸福小组，针对这些弱势的族群，还有我们的慕道友，那我们要开可能不止一组，如果人数多，我们可能要开2个幸福小组，甚至3个幸福小组。那目前我们其实我们看昨天前天就已经开始去探访了。那刚刚牧师也提到了，去那个山谷里面那很不容易找到。他会跟你讲我隔壁那里，隔壁就是一个山，翻过一个山才会到的地方那去探访这些弱势的族群，那真的是很难想象，在当今的社会，我们还有这样的朋友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我们希望我们对他们的关怀不是只有圣诞节去看一下，而是持续的要去关怀他。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去跟以前的去年做法也稍微不一样，去年可能只是去邀请他来拿全联礼券，这一次去我们会预备一些诗歌，那如果他同意，我们就唱诗歌给他们听，帮他们祝祷。OK， 也等于是把福音的种子慢慢的开始撒在他们的心内底互因有机会接受咱的信仰，来邀请因来参加这个福音茶会咱即马咱大家是不是就说咱已经这个单工去做，接下来咱营做，咱每一个人营做。那这边可能有几点我们是需要大家可以协助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去邀请我们身边的慕道友，或是你未信主的朋友。那我们的邀请卡就在后面的桌上，那你们有需要就在育婴的桌上就有，你们可以拿去邀请你的周遭的朋友，他们可以来参加12月2号下午2点开始的那个福音茶会。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邀请你的朋友的话，我们很希望、很热忱的邀请你，你也成为我们当天的同工。我们当天同工我们会在教会的3楼，那把3楼布置成一个很温馨的苏格兰式的圣诞节的气氛的一个福音茶会。那总共有20桌，20桌我们需要20个桌长，那要陪伴这些朋友。那我们如果你有邀请朋友来，那我们也很希望你能够陪伴你的朋友来参加这个福音茶会有需要在祷告上面也能够协助他们。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就说在我们这样的在这样的洗缸内内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大家的在祷告上的参与大家祷告上面能够托住我们每个同工兼顾我们同工的手中的工作，也预备这些要参加的人的心。当然你们在就是说有感动的话，可以把在这方面的事工可以做更多的奉献。我这样报告，谢谢大家。谢谢这个主题指示的报告。大家做平台咱大家拢来迄个教会时间内底有份咱大家来宣扬咱主的救赎，咱来宣扬这个好消息。
咱请继续来看迄个周报第3点。主日的讲员是陈牧师，伊的题目是早亮点。第4点，救济会决议着要担任咱家己姊妹找着方法来规拜神的话。咱定咧11月12下晡1点半到4点，有规划用迄个课程吼，要互咱来归纳式的灵修读经课程，咱欢迎咱兄弟姊妹来参加。会准备迄个会到顿吼，请咱甲咱干事报名。第5点，咱教会有准备坐垫，若有需要先起来用。第6点，后礼拜信道的培育班，后要看第10课。热心国外甲养生，咱请咱准备先来参加。第7点，要订圣诞果兄弟姊妹，请恁点的迄个公布栏来甲登记，吼，一个是18块。第8点，咱教会今年要办的圣诞的迄个系列活动，吼，除了12月2号，吼，拄仔报告的下晡2点到5点，无限欢迎聚会。12月18号，晚8点到9点。有大吉月社区音乐会，咱12月23拜六，吼，咱后壁面有一个12月23拜六，早起11点到下晡4点的圣诞村的市集。讲现转来吼，12月23的晚嘛7点到8点是咱平安年的礼拜。咱12月24。早起的主日9点半到10点半是咱圣诞乌路礼拜，请现过后壁。咱这一系列活动，咱欢迎咱的兄弟姊妹，咱大家吼踊跃来参加，来传福音，来宣布这个新的好消息。咱关怀大道部分第1点在厝的廖永兄弟、小中师、金天才、金美珠、林玲霞。刘彬彬、林丽丽珠、齐建庭、苏美武、王明达、金明德、廖武新、张良斌、甲林中清、段义的有李建弟、李世民、本店的兄弟妈妈来许秀英，咱来导，来导。奉献的部分，咱请咱家己来看，若有其他的部分，咱再来甲讲师来理解。老师刚好要补充报告。咱即时来谈咱今仔的题目。在周报顶面，本周的题目，马太福音第5章第12节，咱斗阵来读，请。用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的报数是大。因为恁以一个先知人，咱来想要咱的困落去。这是咱来上年509首，上年509首，乌鲁提白万福公园。对即时直到永世来保证，阿免。
Thank you.